来看宜兰县最近设230个路边的智慧停车格，也毋过民众是怨叹讲因需要协助的时，服务的电话拢卡袂通哦。搁有一寡停车格为红线，到底敢会当停车咧？实在是无煞煞。 路边智慧停车格有车条，民众摕悠游卡也是信用卡都会当伫附近的缴费机缴费。也毋过，宜兰县230项智慧车格是由县政府委外管理，有民众不满委外厂商客户订无用。外县市新种人士申请停车费优惠，都要提证件到委外公司申请，真无方便。 新种人士停车了后，上落车拢无方便，爱用比平常前搁较久的时间，伫计时收费的停车场，停车费搁较贵。电信政府县政府会当予宜兰公有停车场比较路边停车提供新种者停车优惠。停车空间的收费的状况，那假如在这个地方没有另外的优惠处理，其实在他们从医疗院所到停车场或者一些状况，对他们也相对比较辛苦。所以停车费便宜一点，你会支持 ？OK 啊。OK， 这么说，为什么会觉得？ 便宜一点，你们有需求？因为长者比较需要。宜兰县部分非智慧化路边停车格，也互民众发现停车格有红线。这期到底敢会当停车？部分路边红线也会到外下方，这期是苏认为。那应该是自己画的吧？为什么？对，那么歪。 如果是路权机关去会设的话，当然就是由路权机关这边去做改善。那如果是私设的部分，当然是路权机关去做一个涂销的一个动作。县政府表示，智慧停车服务专线，而且厂商提供更加侪分机，民众有任何问题，也会当核询县政府交通处公有停车场新种优惠部分，会建议监视受自治条例改善。那路边标线违设问题，会来修正改善。记者综合报道。